香港嘅刑事司法程序咧就都幾複雜嘅，由立案去到庭審咧，其實都可以拖好耐時間。咁我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律師嘅介入咧點樣可以幫到當事人應對風險。咁第一咧，專業嘅法律諮詢嚇，咁咧就香港咧實行呢個無罪推定嘅原則，咁即係警方拘捕咗犯罪嫌疑人嘅時候咧，呢個係犯罪嫌疑人嘅權利嚟嘅。咁律師咧可以解釋罪名啦、法律條文啦，可能面對嘅指控嘅後果，咁幫呢個嫌疑人或者市民咧係了解自己嘅法律風險。第二步咧就係代表佢去辯護啦。咁如果市民被指控犯罪嘅話咧，案件咧可能拖1年2年都唔出奇嘅。律師會代表處理法律程序，包括出庭辯護啦、減輕同埋撤銷呢個指控咁嘅要求。第三咧就係包括律師可以代收集啦、分析證據。律師會幫當事人咧收集證據啦，例如證人嘅供詞啦、文件啦、影像啦，有助咧構建自己辯護或者減輕責任嘅呢個證據嘅。第四步咧就係律師咧會代表同檢控方面去溝通。其實咧係香港咧係可以同檢控溝通或者談判，爭取和解。減輕指控，有時咧仲可以促使對方咧考慮一啲較輕嘅方法去處理，甚至乎咧撤銷控罪都可以有。第五步咧就係法庭嘅程序嘅指導啦。律師咧會講解法庭程序啦，由拘捕啦、審訊啦、庭審啊呢啲唔同嘅階段咧，當事人做好心理準備去面對呢個法律嘅程序啊嘛。最緊要咧就係第六步，就係保障合法嘅權益。律師可以保障當事人應有合法權益，例如保持嘅沉默權啦、合理嘅辯護權啦，避免因為咧唔識法律咧去失去一啲保障。曾蔭權咧其實係咧任何人係有權保持呢個沉默，唔需要作出對自己不利嘅供詞。警方咧喺查問時咧係必須要講明呢一點俾嫌疑人聽嘅。嫌疑人亦都可以要求律師陪伴之下咧保障自己權益先至錄口供。呢個心理支持同埋後續嘅處理咧，面對刑事指控市民都可能有焦慮。律師除咗法律支援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提供呢個心理上面嘅一個支持。律師如果判決之後咧，亦都可以幫手睇下覆核啦、上訴啦，或者其他嘅救濟方式。講翻啦，2017年嘅數據啊，其實裁判處嘅定罪率咧大概係55%。所以咧，大家咧做好呢個前期嘅安排，揾律師做好呢個法律幫助咧，係絕對對你嘅案件有幫助嘅。